黃芪嘅好處聽多咗，黃芪嘅壞處你知唔知？黃芪最大嘅害處係乜嘢？好多人咧當佢係補氣神藥，日日泡水燉湯，結果咧越補越上火，越飲咧越失眠。其實咧黃芪本身冇毒，但用錯咗就係最大嘅害處。佢將身體本身失衡嘅狀態咧變得更加弊。首先咧，黃芪性微溫微甘，擅長補氣升陽、固表止寒，適合於氣虛乏力、容易感冒出汗多嘅人。但咧佢唔係萬能補品，亦都唔係人人都啱。比如話陰虛火旺嘅人，口乾舌燥、手心發熱、舌紅少苔，或者濕熱體質嘅人，舌苔黃厚、面上生痘痘、大便黐粒粒、小便發黃，呢類人一飲黃芪咧，可能引發口腔潰瘍、失眠煩躁、面紅耳赤。所以咧，千祈唔好將黃芪當茶隨便飲。日常保健建議每日唔超過15克，而且必須經過中醫師辨證之後使用。孕婦、兒童術後恢復期人咧，更加要慎重。記住咧，中藥講嘅係重病即止，唔係多多益善。用啱咗佢就係良藥，用錯咗佢就係隱患。